南投仁爱乡的清境地区，吉野樱正咧大开，尤其是公路边有一座彩色的樱花篮，有够水。第14架线路边超过50公尺长的路段，规排吉野樱开甲真迷人，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。我们去年其实也有来，然后今年的花况觉得就又更好。对，园主提供空翕摄影的画片，会当看到规片樱花篮特别的水景，三种花色斗搭做伙，美丽景色，互游客看甲是学了个得志。特别就是因为这边有62个阶梯啊，整个花步道还有后面的山景都可以拍得到。这边有3种颜色，然后很有层次啊。樱花篮内底冒恐怖土，后来遮赏花游客会当顺续来遮爬山运动。咱花期大约敢若剩上尾几天时间，游客当把握上尾机会来到清境欣赏樱花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